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待会啊，我想到公司旁边十字路口买那个车轮饼，超好吃的，你要吗？我要，超美味的啦，待会帮你买一份。好啊。说到十字路口，就是十字路 hill。你刚刚讲的十字路 hill 啊，就是十字路口啊。等一下一定要送我一份哦。其实啊，提到了这个车轮饼，我最爱的呢就是凤条味的口味哦，就红豆口味。凤条味就是红豆，其实车轮饼啊，当初从日本传来台湾就有红豆口味哦。但是台湾人非常聪明，加入了很多台式的创意，像是呢有起巴呀、奶油，现在还有 Lopez 的口味哦，都很好吃。Lopez 就是萝卜丝的意思。其实台湾人真的很有创意，也很多元。你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巧克力口味啦、珍珠奶茶口味啦，其实说都是很有台湾味啦。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呢，就是我爱吃萝卜丝饼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爱好吃萝卜丝饼，爱好吃萝卜丝饼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你一块来吃哇多元口味的车轮饼。老板，我要3个凤条味，3个 Lopez， 然后还有2个巴达跟2个 cheese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来这里的，谢谢。来吃车轮饼喽！哦，我要凤条味，这是 Lopez 的，那这个是巴达的口味，好香哦，超好吃的啦。我猜猜是不是Blue Hill 那一家车轮饼啊？对啊，就是前面那个 Blue Hill 的，超好吃的。而且他们家的凤条味还有 Lopez 的口味特别有名。而且它的 cheese 还有巴达也超好吃。是吗？等一下我要吃哦。没问题，留给你。我觉得这车轮饼真的是有够好吃的，超好吃、超美味的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呢，它只要用铜板价格就可以享受到台湾味哦。好啦，在吃之前呢，还是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等会要去买这个十字路口的车轮饼，十字路口就叫做十字路 hill。十字路 hill 就是十字路口了。而刚刚怡姐也提到了，她很喜欢吃的就是红豆的口味哦。红豆就是凤条味，凤条味就是红豆的意思。其实啊，我也还蛮爱吃 Lopez 的口味哦。怡姐说的 Lopez 就是萝卜丝。所以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我爱吃萝卜丝饼这句话，你应该要说的是爱好吃萝卜丝饼，爱好吃萝卜丝饼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给大家好吃的车轮饼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